讲到戏剧歌手 VTuber， 伊并毋是真正的人，不过伫咧这个时代，同款是真受欢迎。日本 VTuber 经纪公司伫咧美国，即马拍入去美国的市场，因伫咧美国甲因的戏剧歌手办演唱会，头一届办伫咧外国，就成4000多人去现场欣赏。 这场伫美国洛杉矶的演唱会现场气氛正嗨，详细看台顶的歌手并不是真人，是李子环世界 VTuber 实况主孙美生。虽然不是真人，不过孙美生用正顺的英文甲大咖的观众互动，受欢迎程度是无输乎真人的歌手。 这是日本科技公司 Cover 旗下的 VTuber 经纪公司第一遍伫海外办的去年实况主演唱会，有4000多人来参加。开始进前，场内电话粉丝是开甲满，因为外加是 VTuber， 对规身躯的穿衫打扮就看会出来。 Of course, gone to normal concerts, and it's great. You love feeling the crowd, but the energy of the people who are in person, and you see this 3D like anime girl absolutely singing, and being able to experience that for real. 2016年，日本出第一位 VTuber 是动画游戏甲直播技术合作的结果，用动态捕猎技术塑造虚拟人物，所以伊肢体动作甲真人正同。虽然不是真人，不过 VTuber 依然正受欢迎，因为伊有人性的一面，包括个性甲人格特质，用好听的声音，搭配生动传神的声线。 甲粉丝正密集的互动，展现出明星的特别魅力。 My name is Mori Calliope from Hololive English. I am a singer, songwriter, rapper, reaper. I guess, yeah, that's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myself as a virtual artist. 根据日本的饲料公司 Q1 Research 的调查，伫未来5年 ，VTuber 的产值会增加3倍，到代表455亿。不过对于粉丝来讲，市场的竞争代表有更加多元的娱乐选择。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